气候变迁已经冲击到每一个产业的经营，所以如何伫生态环境、社会进步、甲公司治理这三方面转型改变，由咱生活就照点加做起。市府经发局的全国首创推出 ESG 概念店的辅导认证，希望所有店家拢会当将友善环境的策略用因的经营，并持续扩大。相对和民众嘛提升营销观念，其中包括知名茶叶蛋的品牌甲饮食公司拢合作。在的方面呢，环境方面，我们做到了循环设计包装，然后S方面。社会公益本来就所长茶叶蛋的公司文化了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从分享做开始，所以CSR这块是我们的根本。另外在G方面呢，公司治理，我们把公司导入了一套账，让整个财务呢是非常的透明化，朝向的银饰回收再利用的这个目标去做发展。然后包括除了银饰以外的话，包括我们盒子袋子，都会鼓励的，希望我们顾客可以回来，让我们做再回收跟利用。那还有几个方面，就像我们员工的福利啦，还有我们所有要用的电子产品，就是 DM 啊，或者说有关纸张的部分，我们也朝向电子化。会中市长每天嘛亲自到场，以颁奖表扬5间连锁品牌，嘛是市府第一摆以餐饮、零售以及生活服务业为主的辅导认证，期待将成功的经验拓展到其他的分店，朝向营销发展。不管是大公司，或是小企业，或是微型企业，只要在自己能够做的范围内，能够做好，那对于我们环境，对于我们环境，不管是环境友善，或者是净零排放，就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最后呢，能够一直到个人，也就是我们每家家户户每个人，那这样子就更好了哈。店赞不赞？赞。带来新闻，阮及采访报道。